大陸蝴蝶姐姐唱歌吐痰嚇死人。兩岸都有蝴蝶姐姐，台灣呢位係26歲嘅靚女簡竹玲，佢係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畢業生，03年參加電視台選拔賽之後成為兒童節目主持，近年拍廣告同主持綜藝節目。我是蝴蝶姐姐朱熹。至於大陸呢位蝴蝶姐姐已經40歲，參加青海衛視花兒朵朵歌唱比賽一炮而紅。佢嘅絕技竟然係一邊唱歌一邊放飛劍，唔單止嚇親評判，仲引起網民公憤。雖然可以晉級，但最後喺30強止步。佢竟然話自己輸係因為主持唔俾佢吐痰，搞到佢清唔到喉嚨，嗓音差而影響表現。